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詩篇第121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向山舉目，作何來造天地的神而來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，求阿門。今天讀詩篇第121篇上行之詩，我要向山舉目。我的幫助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，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，保護你的必不打盹，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覺。保護你的是耶和華，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。白日太陽必不傷你，夜間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，他要保護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121篇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：向山舉目，作何來造天地的神而來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向山舉目，作何來造天地的神而來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，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119篇，遵行律法，福祉廣腳前的燈，路上光。第120篇，急難之中求神救詭詐的人，不念舊。第121篇，向山舉目，作何來造天地的神而來。想一想，為何詩人要向高山舉目呢？